我已经把东陆公主送回去了。她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句话就不要了？哪是一句话呀？那是成千上万的财宝跟牛羊，让他的族人无话可说。那他也无话可说。他是解脱了。这么多年，其实他知道我心有所属，他心里也不痛快。不会有一日，你把我也退回去吧？你，哼，你我可对不起啊！你太珍贵了，总不成我把这整个草原都赔给你啊？鱼儿，你看，那有2只大雁，我把它射下来好不好？哎，不好！那雁一大一小，想来不是母子便是父子。他们与同伴失散，已经孤苦伶仃，何苦还要再伤他们？鱼儿真是慈悲心肠。我只是触景生情罢了。你在想你的儿子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等你们团聚后，我们一起把他抚养大。将来他当秦王，你是母后，我是秦王的继父，你我共掌一渠，跟秦国的天下。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听说米叔那边派人来了。对啊，他好大方，又给金子又送粮食。你说我是应还是不应？不要即刻就答应他，就说除了粮食金银，还要大秦的城池土地。哇，哈哈，月儿，你比我胃口还大呀！要让对手看重你，就不要让他觉得太轻易就能降服你。好，那我可就漫天要价了。这样才能让他肉痛，并能知道你的诚意。老吴，你为什么不赞成我许月公主？你知道我将她搁在我心里很多年了，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老吴，这是桩划算的姻缘。按规矩，大部族的首领死后，谁娶了他的寡妇，就等于接手他的部落，他的儿子也就成了继子。我现在要娶的，那可是大秦国王的寡妇。我要让月公主的儿子，我的继子当上秦王，这样不费一兵一卒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秦国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老吴，老吴。老吴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！我娶了我想要的女人，义渠有了永久的粮仓、兵马和铁器，于我于义渠都是天大的好事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赞成啊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啊！上次这富阳宫被义渠人放了一把火，幸亏救得及时，眼下还能凑合住着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咸阳宫。快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腰上的这个累赘就是咱们大秦的新君。等他做到宣誓殿，咱们就可以搬回披香殿了。那回了咸阳宫，会后是不是也该搬搬家了？你想让他搬到哪儿去？谁管他搬到哪儿去，还只是更喜欢交房殿罢了。那时候，你喜欢交房殿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只是眼下，你我更要当心。眼下就是害怕米叔那边横下心来，孤注一掷，收拾了芈月，再拿我们开刀。你是说他会在你生下孩儿之前强行立公子壮为王？是啊，如果那样，
这肚子也救不了咱们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羊汤止沸，沸乃不止，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。外臣杜景拜见义渠君。义渠王。啊，对，外臣杜景拜见义渠王。少令。会后说1万金先奉上3000金500卷，余下的等芈八子进了咸阳以后再行奉上。快，这15个城池的印玺和地图，请义渠王查收。这人犯？哼，什么人犯？你们答应的5000车粮食、1000匹绢，还有1万金，怎么眼下就这么点东西？我大秦一诺千金，怎会赖你东西？你们秦人向来诡计多端，说一套做一套。那大王说该怎么好啊？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滚！送客。是。哎，大王，走吧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大王，要不这样，由我们的人押送人犯，到了咸阳城之后，等会后把承诺我们的粮食和金银全部给了我们，我们再把人给他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亲自带人过去，把会后说的东西运回来。这恐怕……怎么不肯啊？我告诉你，等着跟我做生意的人多了去了，眼下就有比你们会后出的价钱高得多的。好，就照义渠王说的做。不过义渠的兵马进城不能太多，免得误会，千万不要引起兵乱。那是自然。杜将军，这次你亲自把芈月押送进咸阳城，会后定有重赏吧？会后待下人那一向慷慨啊！当日我将芈月押至燕国做质子，回到咸阳以后就赐我个郡位，银印清寿，制比2000担。哟，这次嘛，少不了又是个郎中令的爵位，了不起啊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魏将军啊，你将才难得，若有投靠王后之心，在下愿意帮你引荐。有劳杜将军了。不敢当，在下也是托你们大王的福气，才能有这荣华富贵。义渠君，他先一步进城，安排鱼儿如何咬钩，若在宫门口会合。什么？昨日公子壮离开了他的住处，不知所踪。他手下的人说，他收到了一封书信，然后就出门了。谁送的书信？公子壮是未来的秦国大王，出门怎么会没个跟随伺候？会后，甘相来了。会后，免礼。甘相，我刚刚听说魏夫人和武王后已经答应与我们联手，并说他们有一份大礼要送我。甘相看此事？此事来得突兀。那武王后没有几日就要临产，他们一直想借婴儿一步登位，怎么骤然改变了主意？会不会是他们听说芈月在我手里，公子壮登基已成定局，顺水推舟？也有道理。会后擒住了芈月，魏夫人和武王后主动归附，这算得上是双喜临门呐。那个义渠君此刻在何处？啊，在大殿外等候。宣他进殿。啊，慢。会后，想那戎狄野人哪懂一点礼仪规矩，必须调些禁军进殿，以防万一。宣义渠君进殿。觐见会后。
多礼。这位是我大秦的干相。义渠君，哼，本王孤陋寡闻啊，只知道大秦的国相是出离子，原来还有位什么干相。久仰义渠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雄好汉。本王也久仰惠后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却有些意外。此话怎讲？惠后与那芈月本是同胞姐妹，长得也是慈眉善目的，怎么感觉会如此不同啊？那芈月与我是同父异母，从小无人管教，所以与我大相径庭。哦，果然是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义渠君说得好，我已为义渠君准备好了粮食，还有金和绢，就由义渠君带人去王库直接提取。只是这芈月，放心，惠后坦诚相待，我义渠当然要言而有信。来人，把人犯带上来。义渠君，这芈月乃我大秦朝廷重犯，却身无镣铐束缚。你们义渠人对待人犯，是不是太过优渥了？那要看他身价如何。如今的芈月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芈月妹妹。